针对核弹的议题，立法院今仔开公听会，支持核弹的学者是认为应该放任核二厂甲核三厂研役，会当来减少台电的亏损。为伫屏东的核三厂，当地现村镇长嘛表示支持哦。也毋过，反核团体是质疑讲，目前要放任核电研役的修法版本，拢无顾到安全的问题。 国内核电厂若要研业，必须要先修法取消申请期限。下早国民党立委葛如君举行公听会，收集各界意见。支持研业的学者会前受访表示，核二、核三厂适合推动，而且只要开2年就会当停课运转，弥补台电的了钱。提供出来的电力呢，就可以足以让台电1年内赚进超过600亿元，4000多亿的累计亏损，很快几年内就可以把它打平。 要开几年来停课的核安会进前评估大约3到5年。不过核安会表示，停课唔但爱重新做安全的审查，更要解决用过燃料的问题。不论除役或者延役，干除设施必须新建启用，才能接续相关作业。核1、核2用过的燃料池接近满池，核3的空间大约会当阁提供运转4年外。核3所在地恒村镇长表示，当地民意支持核3研役。 安全是第一的考量嘛？那不担心那个核电机组已经很老旧？这个没有问题吧？因为其他的国家，欧美先进国家也有延役到60年的。但款团一期现有修法版本，恐惊会没收核安，放任安全无咧顾。前置时间呢，把它给阉割，或者是模糊化。那我们看来呢，这些修法版本是形同修法没收核安。 款团呼吁支持核能的人放手，强调3座核电厂拢有活动前通过，那研役以后拢爱正行行来过生活。进前表态支持核能的核塑董事长童子贤是以鸦片娱乐的方式，强调核能稳定、占地势、无排碳等因素对台湾加重要。公司新闻林俊梅、夏基文台北报道。